今天台股跌的原因，主要是来自于国际间的一些变数，大家所担心的。第一个，在今天早上的美股其实是重挫了，那市场上也在反映一件事情，就是说美股跌的原因是因为大家担心接下来的时间有可能美国的 QE 政策会开始缩减，购债的金额会开始减少。对于资金面的一个压抑跟冲击，多了一项工具，多了一项优惠，对于交易者来说其实是一个选择。我们不管是在中长期的投资人，或者是短线上的交易的这些投资人，基本上在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考量之上，其实是多了一项工具。那这样的工具当然对于交易的成交量来说，它其实是会有一些帮助，有助于说我们资本市场或者是股票市场这边的一个发展。整体来看的话，短线的交易者做一个比较热络的交易的过程当中，那同时呢也会促进一些中长期它在一些交易上面如果有一些需求，它不会受到这个量能的限制，包括像外资的操作，那么我们就不会受限说像过去整个成交量少的时候，外资几乎主导整个台股交易的市场，也可以说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应该这么说啦，原则上当冲它只是一个工具，那所有的交易者你不要为了所谓尤其是一般的投资人散户，你也不要为了当冲而当冲，某些程度上你还是要有一些策略，包括短线交易的策略。尤其过去都频频是一个多头上涨的一个市场，所以投资人普遍比较喜欢的是先买后卖的一个交易的策略。那实际上如果以最近的一个行情来说的话，它可能要稍微改一下一些交易策略，像今年包括这一波从8月这样子18000点急跌下来，可能你要去适应的一件事情做，或者是去操作一件事情，就不要为了当冲而当冲呢，同时呢灵活你的交易的策略，不管是你手上现有的部位做一个短线的交易，还是说在所谓的避险的这个部位做一些操作，或者是在当冲当天的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你去做一些灵活的操作，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操作的方向。那它不是一个过度投机，你如果不要去为了当冲而当冲的话，其实它不会是一个过度投机的一个工具。基本上它有一个原则，就是波动大的这些个股。那我也提醒投资人因为很简单，即使是当冲降税，可是税率上的优惠远远不会跟所谓的这个交易上面你获得的这个利益、获得的这个获利率这个波动来说的话，一天的波动远大于你对于税率上面这边所才有的这个优惠。换句话说，你还是要以能够获胜、能够操作获利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依据。当你有一个策略之后，那你再这样子做，我想可能会比较安全。那当然它还是波动大的类股，比如说像过去都是集中在一些中小型的电子股啦，像是 IC 设计啊、半导体相关的啦，或者是成交量比较大的族群，像之前的这些航运的族群、原物料的族群、钢铁这些，其实它被投资人选上来做当冲的一个可能性就会比较高，原因是因为它的波动大，还有第二个它的成交量够大。